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家己分署2021年成立五股湿地生态展示馆，去年搁甲翻新，针对这10多年来伫五股湿地收集到的生态资料，做一个完整的展览。重新设计这展览场，也摕到2023年日本加美国的创意设计大奖。记录五股湿地鸟仔的声音。边仔阁有无共规则的生态介绍，运用木造的展览空间，佮配合所谓影像的体验，这个看近自然的律动展览，互来看的人感觉真丰富。非常的充实啊，哎呀，非常的有趣，而且很多东西哦都常常更新啊，因为我就住在附近而已，我常常来。足丰富诶，会使了解遮的一些一寡鸟啊，佮一寡树啊，会使增加足侪对这个所在的地形。目前，当地东石自然生态展示馆举办的看近自然的活动，是展示馆加为2012年启用到今，伫五股湿地收集的生态资料，做一个完整的展出，用入生态教育观念设计展场，摕到2023年日本甲美国创意设计大奖。我们去年改善了整个解说设备的环境，那也参加了日本跟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布展的一个比赛，那也获得铂金奖，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荣誉。东石自然生态展示馆伫11周年的时阵，正式改名做五股湿地生态展示馆，佮结合环境教育、生态旅游甲产业共生的主题，举办湿地生活节。希望全民众透过五股湿地看过冬的大鸟，学习自然的生态教育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